韩出瓜俄罗领导人金正恩来拍心理战，南韩认为违反国安法，下令禁止放送。日本山梨县一个社区会当翕到完整的富士山，游客说是脚踩着民众，这阵政府已经打乌布，甲风景炸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新加坡航空一架波音777-300ER 客机，昨要对英国的伦敦飞去新加坡，说是撞到乱流，造成一个73岁乘客心脏病发作死亡。泰国万国病院即阵也阁有71个伤患咧接受治疗，其中有7个人伤势真严重。我们想看到这架编号 SQ321，载211名乘客加18名的机组人员的班机，正准备要降落伫泰国曼谷的苏凡纳布机场。因为机场外口已经有真侪救护车伫等待，要甲受伤的旅客送医去救治。根据飞行雷达二次的航速图，班机对缅甸进入泰国领空了后，伫曼谷北方大角度正滑，随即准备降落曼谷。根据外电引用民航单位甲班机乘客讲法，这架波音777-300ER 客机飞行大约10点钟了后，大好经过缅甸的上空，不过却是拄到真严重乱流，毋但机身又较真严重，关度也伫37000英尺到31000英尺中间剧烈来变化。因当时大好是机顶空服人员伫咧分早顿的时间。除了机组人员，真侪旅客也甲这个安全带松开，造成袂少人伫机舱内底摔来摔去、弄来弄去。科学家指出，造成空中乱流的原因真多，包含地表小的空气快速沁悬，拢是雷雨的云层，也有所谓的喷射气流，甚至是飞机喷射引擎的废气，拢可能是这乱流的来源。It's very hard to forecast when or where those might occur, and then what altitude they may occur. So typically, events like this happen because they come without much warning. The pilot may not know what's coming up ahead of them. 路透社报道指出，不幸死亡的73岁英国籍乘客是伫乱流发生时心脏病发作过身。受伤的乘客内底包含7名重伤的人在内，有18人必须要住院，另外12人是伫接受治疗了后离开。公视新闻，齐嘉玲编译。英国一个退役的兵仔克里克特涉嫌做这香港政府的间谍，监视香港伫咧英国的民主派人士，是去互英国的政府以违反国安法甲起诉。不过顶礼拜，这个人说是去互怀疑讲已经死伫咧伦敦郊区的公园，人就认为讲有可能是去互杀人灭口。为相片内底当看到公园已经采取乌色布棚加固封锁线。英国一名37岁英国陆战队退伍军人特里克特，甲香港驻伦敦警务办行政经理袁松标，告华裔男子袁志良，13号英国政府用违反英国国安法起诉。外国媒体报道，特里克特退伍了后，伫英国移民局工作，有政治移民系统的资格。不过，英国政府发现伊涉嫌收香港驻伦敦警务办的钱，为去年12月到今年5月帮助监视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暂时住伫英国的香港民主派人士罗冠聪，还有蒙兆达这个人，佮捌伫5月7日拢入去监视对象大的所在，有做间谍的嫌疑。不过，中国政府顶礼拜否认所有指控。中方对有关中国公民被逮捕并起诉事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英方切实保障在英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一段时期以来，英方不停炒作所谓中国间谍案、中国网络攻击事件等，这一系列指责纯属无中生有、恶意诋毁。特里克特甲其他2个人虽然会当保释稍后限制出境，而且要遵守暗时的宵禁规定。大礼拜向当地警局报道，原本是要搁一届开庭，不过19伊的遗体锁伫英国伯克郡的梅登黑德一个公园发现。伊的出来人只有发表声明，表示家族哀悼失去一名心爱的成员，并无做其他的评论。不过伊雄过世，嘛引起真侪网友怀疑伊是受到灭口。包括英国媒体报道，伫侦讯期间，特里克特都有自杀的行为，和检察官一度要求法院继续拘留特里克特。若是伊的死因，还搁等法院做监视调查。国视新闻台是董朋友。北韩最近是开始用歌曲的方式来拍心理战。最近因就出一条歌，这歌词拢是咧俄罗印的领导人金正恩，是这亲切的父亲甲伟大的领导人。
这对因国内来讲是有稳定政权兼洗脑灌输这爱党观念的效果。也若是对外北韩嘛，对时代利用网络平台 TikTok 来推送这条歌，可以会当流传搁较快。而且嘛，用这个歌曲来写入南韩人对因的戒心，嘛营造因的领导人金正恩正面的形象。不过，南韩的政府是认为讲，这条歌是甲金正恩当作爱豆的宣传，违反南韩的国安法，所以讲就下令禁止放送。若是违规的人，相当是会当判关7年。这条这首曲真好唱的流行歌曲，甲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形容做老爸甲伟大。歌词的内容是赞叹伟大的领袖金正恩，俄罗金正恩，伊是大家好生的老爸。也因为安尼，韩国放送通信审议委员会才违反国家安全法，甲这条歌禁止放送。声明指出，这条歌是针对南韩心理战的典型内容，因为伊是用甲外界连接的频道所发布，而且内容主要集中伫对金正恩个人的崇拜甲赞叹，并且补充说明是按照南韩国家情报局的要求所做的决定。不过，韩国放送通信审议委员发布禁令了后，领导引起韩国人的兴趣，并且上网查这条歌来听。有人留话表示，委员会应该让这条歌继续伫平台放送，好搁较侪人欣赏这个笑亏。北韩最近除了这条洗脑歌，金正恩今年也头一届要求人民伫伊的生日宣誓效忠，让外界看作是甲伊的政权落掉的方法。 그 사회의 모든 영역을 집중하고 충성하고 우상화하기 위한 이런 내용으로 되어 있기 때문에 사실 김일성 시대나 김정일 시대와는 근본적으로 다른 配合这条宣传歌，北韩国防媒体顶礼拜也超工爆出金正恩带查某囝金主爱出席平壤街道员工活动的影像。韩国放送通信审议委员会会针对亲戚的父亲音乐影片的29个版本进行封锁，不过无说明具体的执行方式。南韩的国安法禁止民众看北韩政府的网站甲媒体，有支持北韩政权的言行，拢会受到处罚。违反国安法，上当会当判7年。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 罗西亚国防部长宣布要伫咧南部军区核武器演习，强调讲因的安尼做，就是要回应西方起事件威胁。这演习的地点嘛，包含部分罗西亚甲乌克兰占来地区，而且白俄罗斯嘛会加入演练。有分析就认为讲，这场军演就是罗西亚咧警告西方，莫阁插手因的战争。 罗西亚的军方车队一个对头前过去，这车车顶一掀开，随着变作一台一台移动式发射的炮台。罗西亚国防部伊是公布这支伫南部军区举行演习的影片，展出伊斯坎德尔地顶飞弹、含救手啊及音速飞弹准备发射的场景。佮讲演习的目的是确保军方单位替战术核武的作战做好准备，来回应一寡西方官员的起无空。Тоже есть оружие, которое может поражать цели на их территории. И что все они придумывают сейчас, чем пугают весь мир, что все это реально грозит конфликтом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а значит уничтожением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Они чего этого не понимают, что ли? Simplement, aujourd'hui, pour avoir la paix en Ukraine, il ne faut pas être faible. Et donc, il nous faut lucidement regarder la situation et il nous faut, avec détermination, volonté, courage, dire que nous sommes prêts à mettre les moyens pour atteindre notre objectif qui est que la Russie ne gagne pas. 法国总统马克龙无久之前一直暗示讲，为了确保欧洲的安全，无排除会出兵去乌克兰。英国外相卡麦隆访问基辅的时阵是讲，伦敦当局无反对乌克兰使用这军援武器打击罗西亚境内的目标。这言论拢互罗西亚看作是安全威胁，互普京呛声讲要用核武来反制。罗西亚国防部公布第一阶段的演习地点，包括红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另外，去年已经部署战术核子武器的白俄罗斯，嘛会伫第二阶段加入演练。 战术核武的威力虽然无会当甲敌方规个城市拢摧毁的战略性核武遐尼大，但是破坏力同款真大。分析认为，罗西亚这摆军演是要协助西方莫来插手乌克兰战争。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墨西哥6月初要选总统，目前民调领先的2个候选人拢是女性，这嘛代表讲墨西哥真有可能出现有史以来头一个女总统。
墨西哥的总统大选要伫6月初2举行，代表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参选的小恩保姆是墨西哥首都的前市长，目前以民调60%的支持度是大幅领先，伊到的所在是受到选民真热的欢迎。反对派联盟推出的候选人60岁女性国会参议员贾维斯，即摆支持度是伫30%左右，暂时是第2。若无意外，墨西哥伫今年就会选出英籍国伫史上第1的查某总统。小保姆和贾维斯的选战已经开始拍，双方是互相攻击，但是两个人嘛是有一寡共通点，因拢是工程师出身的。小保姆是能源工程博士，贾维斯是主修电脑工程，两个人拢对社会议题真关心，同款拢支持对拍体弃机视化，拢毋是真明显的女性主义者。双方的支持者拢讲，查某总统才会知影查某的需求，而且这对于墨西哥的历史来讲是对头前行出一大步。但是根据联合国妇女署的调查，墨西哥平均每天有10个妇女互杀死。不过，女权和人权团体拢指出讲，就算落尾墨西哥出现第1个女性的领导人，嘛无代表性别暴力和困扰墨西哥女性所有的问题，拢因为安尼就会当解决。Porque si tú me dijeras, el grave problema de la violencia es con una varita mágica solo porque cambiamos de partido o de sexo en la presidencia de la República, mi respuesta sería no, porque es un problema estructural que más bien hemos descuidado, y ahí sí todos los gobiernos en los últimos 50 años no hicieron la reforma educativa que debieron haber hecho. Hicieron una reforma de régimen y no una reforma educativa. Entonces, bueno, mientras los hombres y las mujeres, y muchas mujeres no se reeduquen respecto de la igualdad de los hombres y las mujeres, la discriminación se mantiene y es el caldo de cultivo de la violencia. 墨西哥的选民除了会伫6月初2投票选出新总统，阁会选出国会2院的议员、8个州长和墨西哥市长，阁有几千个其他地方的官员。另外，这摆选举制作的大量文宣和广告，是引发环保团体绿色和平的不满。组织的成员伊是拆除这竞选广告，当面讲这文宣无第2摆去使用的价值，大多数拢互当作是粪扫弹掉。对即摆气候危机和塑胶造成的污染来讲，是真严重不良的示范。公司新闻新乐部编译。日本山梨县一间超商头前，因为当翕到完整的富士山的景致，就请真侪游客来观光。不过因为这游客已经伤侪啊，就去检查到当地居民的生活，甚至这环境方用到垃圾理论，佮阻碍着交通。为着要解决这款情形，当地政府是决定讲用一块乌布甲风景炸起来。咱来看倒手边的这张相片，就是过去游客来翕相的时阵的场景。这游客徛伫咧超商的头前，翕相的人就爱徛伫咧车道的另外一边，安尼就会当看到完整的富士山。即阵当地政府就是甲乌布搭伫咧对面边，咱来看这边这张相片，会当看到这富士山已经放炸规大地起来，就是毋茫用这款方式避免游客来交叉。这大阵工人无用时间，甲悬2.5公尺、长20公尺的乌网仔布挂起哩。以后行伫这条人行道，未阁看到罗森便利超商甲富士山的美景，有法国游客就赶紧把握时间来翕相。I found out that it was the last day, so we didn't really plan to come here, but we say, yeah, we have to go there. We will be the last one to see it. 这间罗森便利超商伫东京西南边50公里的山内关富士河口湖。商店顶面放富士山头的相片，伫几6年前开始伫网络世界团，或者变做顿卡受欢迎的景点。真侪游客唔插警告，走到车路翕相，人甲车相插的情形真危险，也制造真侪粪扫甲噪音，互当地民众真困扰。当地行政机关决定介入，伫2日正式挂这块乌布，而且甲富士山做伙翕相的美景未阁有。有游客表達支持。There's so much spots and photogenic spots that you can to get a really nice photo of Mount Fuji that is not blocked. So I think it's for me it's a good movement from the town itself. 日票换美金伫4月份来到34年来上低，吸引真侪海外游客走来日本。互讲做是这世人一定爱去的富士山，也变做游客目标。过头的旅游造成富士山风景区真大的负担。
为着解决观光公害，山内县政府对7月初1开始限制逐工进入辖内富士山步道的登山客人数是4000人，并且开始扣逐人2000日票的入山通行费。山内县府早开放吉天口登山步道通行证的线顶预约，逐工预约上济3000人，并且保留1000个名额提供长工预约。县府也透过声明，欢迎登山客会使加捐1000日票，共同为富士山山林保育来出力。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天气真反常，墨西哥可汗加上温度冲到51度，这东南部的热带森林是有80外只猴狗脱水热死，对这树仔顶摔落来。也若是地理北部的保护区的红河嘛减少真济，本地是有100外只，今年极价敢若剩20只。伫生物学家手里这只狗仔囝，因为高温脱水看到死严严，还有民众发现有的狗那像因为掉沙，全位树仔顶摔落来，是伫东南部热带森林内底。墨西哥最近可汗是真严重，气温升到摄氏51度，比去年45度的高温是悬真济。历史有的狗甲人类同款拢记载袂调。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已经有85个人热死。而且为这个月月初以来，至少有80只狗因为袂堪忍热协的天气来掉沙，为树仔顶摔落来死亡。Y llevamos 83 ejemplares muertos, ¿no? Entonces, aparte hay crías huérfanas porque murieron muchos adultos, hembras adultas, pero algunas crías han logrado sobrevivir. 这个消息标出来了后，当地民众发起抢救这种强迫断症的狗，这互救起来的狗，生物学家嘛甲因照顾。互因充分的水分、食食、甲树蛙，通互因食日。墨西哥环境部指出，气候变迁、营养不良，还有农作物喷药啊，那有可能是致使这个狗死亡的原因。目前正在深入调查这个事件。遐若伫南美洲的智利，伫智利北部红河保护区，会当看到红河是无几只。保育人员发现讲，去年数量还有100至150只，今年敢若剩15至20只。Amenazas como el cambio climático, la explotación minera, en este caso lo que tiene que ver con el litio, potencialmente se constituye una amenaza directa a esta especie y a sus hábitats. 专家表示，红河对环境的变化是真敏感，气候变迁甲采矿的污染，若对红河本身有影响，嘛对因的生态地、高原内湖甲南地带来冲击。所以保育人员为着要进一步了解红河的形状，伫因的分数顶安卫星定位的装置。希望对未来调整保育计划甲土地利用会当有帮助，而且互当地红河会当继续来生态。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网络排球少年最近伫咧日本甲台湾拢真情，即嘛增加大人囡仔对排球这项运动兴趣。若看比赛的人增加，连学拍球的人嘛愈来愈多。跳起扣球，有稳来救球，球顶的球员虽然是小学生，不过练习时阵点嘛袂凊彩。日本国球学校近年来真兴拍排球，部分的原因拢甲一部作品有关系。2012年出刊的红仔册排球少年，到即阵已经卖6000万册。动画甲剧场版也受到真好评论，主角日向翔阳身悬无悬，不过伊的努力甲真好的运动成绩，伫球场拼劲的精神，也激励袂少人。友達ん家にこのクラブに入ってる友達ん家に行って、その時に初めて「ハイチュウ」っていう漫画を読んで、それでみんな一生懸命つないでて面白そうだから、その子にバレエ入ってみたいって言ったら、その次の日ぐらいに体験に行って、それで初めて行ってもみんな優しく話しかけてくれて。因为排球少年接触排球的毋哪一个小球员，捌担任日本男子排球队队长的柳田将阳讲，这部少年红仔册甲真侪人带来球场，伊家己也是备奖。统计数据更加显示，日本高中男子排球社成员一直增加。2012年大约是35000人，就已经超过5万人。有教练就认为讲，伫红仔册助攻之下，大众对这个排球运动更加有興趣咯。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小学生のバレエっていうのは結構知られてる人ってあまりいないんですよ。そういうのから見るとやっぱりこう漫画って一番読んでる層っていうのは小学生なんですよね。そうすると小学生のこの段階の一番のバレーボールでいうと底辺の部分
この部分の子たちが俳句を読んでたくさん入ってくると、実際には分母が大きくなっていく。其实日本排球队一直表现拢袂歹，有东洋母女、号称的女排，不侪摆伫奥运夺牌，男排即阵的世界排名也升到第4。不过虽然日本人愈来愈关心注意排球，国内联赛趁钱能力即阵依然是真有限，选手无法度敢若靠拍球来生活。相关的球队是讲正努力进行跨界合作，希望再吸引更加多民众入场来看比赛。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马奎斯，去封号做是有史以来上伟大西班牙语的作家之一。伊上尾一部作品《八月见》是伊伫伊咧80年后出版就期。马奎斯当初是咧创作的时阵，就已经得阿兹海默症，所以讲对这个作品是无介满意，交代因后生就来销毁。不过因后生也是决定出版，安尼做敢有正确？因后生认为讲交互册迷来判断。马奎斯的新小说《八月见》上册第一天，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册店都真侪册迷，人手一本伫柜台头前摆列，等咧介绍。La verdad no sé mucho acerca de la historia, pero pues yo pienso que lo que escribe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siempre es muy impactante, impresionante e importante. Entonces yo creo que esas son las 3 razones por las cuales decidí comprar este libro. 八月见是马奎斯生前最后14年所创作的作品。伊真长的写作生涯第一摆用女性做主角，全长150页，分做5个篇章。讲一个家庭圆满的中年妇人人，每年8月特定的一天，拢会用祭拜妈妈的名义去加勒比海一个无名小岛，甲青婚的查甫人共度一暝。马奎斯创作这个小说的时阵，拄得到阿兹海默症，本人对稿并无满意，全册还未完成，就放伫边仔，甚至吩咐后生伫写后爱将收掉。Desde luego hay una cierta curiosidad de qué hubieran pensado ellos de esto que hemos armado nosotros ahora y que ellos no participaron en esta decisión. 马奎斯过身真侪年了后，两个后生佫将这个小说编出来读，感觉有出版的价值。佫认为马奎斯生前最后几年饱受失地之苦，对作品的好歹失去判断能力，因决定将册交予因后辈合作至4人的编辑克里斯多巴培拉整理了后出版。Se convierte en un objeto de culto. El libro es el último libro de García Márquez. Entonces, todos los coleccionistas de García Márquez, todos los lectores de García Márquez, todos los seguidores lo van a querer tener, porque no van a tener más. No va a haber ningún otro más sino ese. Si Gabo hubiera estado mejor de sus facultades, el mismo libro no existiría. O sea, él nunca guardó libros no editados. Todo libro que él no terminaba y con el que no estuviera satisfecho era destruido. Entonces, el hecho de que él no destruyó este libro, yo creo que también es un síntoma de que el libro se le volvió una cosa un poquito indescifrable, una cosa que él se olvidó. 熟悉马奎斯文笔甲风格配搭，亲像小学大师为做作品，真细致完成8月见的编辑工作。伫过身10年97岁元旦这一天，中文甲西语版首先伫全球同步上市，英文版是伫3月20推出。对违背老爸遗愿，或者小说出版，罗德雷克两兄弟伫册序文当中指出，因将对甲毋对的判断交予读者来决定。若大家对这小说满意，那安尼希望马奎斯会原谅因。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